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2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，以赛亚书第29章第1节到12节，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对顶面来。阮咧读高中的时阵，老师捌记过一个例，就是有一个学长呢，伊考几啊年的这联考，成绩拢毋是介理想。到一年要进这个联考的时阵，伊的心情无好，就走去因兜外口台南民族路的夜市去踅。后来就听到一个人甲伊喊讲少年诶，你心情无好哦，伊就回头看到一个相命仙，咧看伊即边，就咧问伊，伊就回答讲是就联考伫要到就看到迄个相命仙用镜头安尼点点点，就算，就讲。少年，你今年一定考会到啦！这个学长就安尼感觉真兴奋安尼，就问讲真呢？小学生就甲讲是只要你好好把握最后的机会准备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一定会考会好。结果这位学长真正伫迄一年的联考分数考了袂歹，考入去理想的学校。后来伊来倒转来这个夜市找这个相命仙要来答谢，结果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青梅。这敢是人的命运吗？这敢是相命仙有能力这个知影未来吗？当然嘛毋是啦吼。这个青梅相命仙，伊的耳孔特别敏感，而且因为伊安尼伫社会打滚很久，伊大概会当对人的脚步声听出一个人的心情吧。考试考了好毋好，是毋是相命仙会当甲伊改运，还是咱咧讲的命运会当来操作的？以赛亚书29章提到着耶路撒冷的命运，这个命运并毋是亲像相命仙的卜卦，或者是讲伊会当改运的。先知以赛亚所提到耶路撒冷的命运，是因为去互人看做是上帝的祭坛的耶路撒冷，因离开上帝的道路。虽然这个祭坛一年搁一年，拢照着这期咧献祭，拢执行祭典，但是因规个国家却是哀哭遍地。圣经记载讲，甚至上帝的祭坛就是耶路撒冷本身，也要害大卫店过迄个城要受到灾难。虽然一年搁一年过去，这期犹原照着次序来咧进行。上帝犹原要用这个称作上帝祭坛的城来降灾难，将要有哀嚎遍野的声音，全城要变一座火得地的大祭坛。也亲像先知米迦所讲的，上帝并无伫意迄个献祭的物，嘛无爱受祭。上帝只爱人有这种敬畏的心，心内存着公义的心，甲上帝相合行。若无，
上帝必然会对伫人诶行为来做标准来审判。以赛亚先知讲，上帝要为即个城围攻伊，要攻击伊。耶路撒冷诶人毋通出声，因徛伫涂骹，闭伫脑后讲话，亲像鬼对地骹涂骹诶讲话共款。耶路撒冷啊，所有攻击你诶对敌，拢要亲像火狐共款受吹散。因互人惊吓诶军队，要亲像粗糠共款，互风吹走。忽然出人意料之外，上主万军诶统帅要用大诶雷甲地动，要坐见大诶声、暴风甲大火来拯救你，然后来攻击上帝这段诶大国军队，拢要来散去。因诶武器、军备拢要亲像梦，亲像暝间诶幻影共款来消失，来攻击耶路撒冷大国军队，要亲像一个特别枵死诶人，伫咧梦中伫大喙咧步，结果醒来时阵犹原枵饿。因亲像特别喙焦死诶人，伫梦中大喙啉水，醒来时犹原喙焦。为什么会安尼呢？敢讲上帝无有慈悲吗？敢讲上帝无爱世间人吗？当然毋是。咱知上帝是满有丰盛慈爱，佮无快快受气诶上帝。伊的确会赏赐救恩，互所有愿意悔改认罪诶人，互因得到救恩。但是，若伊诶警告无受到接纳，伊就要照人诶作为来审判这个世界。那呢，人诶性命、人诶命运，将来会怎样？咱要安怎知呢？以赛亚先知又阁讲：恁继续做愚妄诶事吧，继续青迷吧。恁还未啉酒，就已经醉啊！啉一点仔酒都无沾诶人，已经伫遐咧摇。上主互恁昏去，伊关恁诶目睭。先知应该知人民会眼目，但是上帝仍看因诶目睭。所有诶异常诶意义对恁来讲是稳重诶，亲像一本封密诶册。恁摕一本册去请学问真饱诶人读，伊一定会甲你讲，伊袂当读，因为这本册是砍掉诶。恁请眼目拢无毋捌字诶人读，伊会甲你讲，伊袂晓读。咱必须爱有上帝诶智慧，才会当明白上帝诶旨意。那故事安尼讲，恁中间有聪明智慧诶人吗？若有，伊就应该用充满着谦卑佮智慧诶好行为，来表现伊有美好诶生活。既然恁诶心里有恶毒诶嫉妒甲自私，恁就毋通自夸，毋通用白贼对敌真理。恁所谓诶智慧，毋是对天顶来，乃是属世、属情欲、属伫魔鬼诶。伊若嫉妒自私诶所在，就有混乱，有各种邪恶诶行为。但是对顶面来的智慧有几项特征。第一个是纯洁，再来是和平、谦和、友善，充满着仁慈，
会通结出丰盛的好果子，无有偏私，无有虚假。一切正义的果子，拢是对野种和平的人，为了和平努力所野种子所产生出来。咱要追求的，毋是俗世的智慧，乃是对顶悬所享受到的智慧甲能力。因为只有对顶头来的智慧，才会当互咱明白上帝的语言，才会通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才会当赢过咱所拄着的困境甲困难。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敬畏上主，深深喜爱伊改名的即款的人有福气。因的子孙伫以色列的地一定会强盛，正直的人的后代一定受祝福。因家内充满财富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。正直的人伫黑暗的中间有光在照因，因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，慷慨借人，佮公正处理家己的代志的，即款人事事顺利。义人绝对袂失败。因永远互人笑脸，歹消息因拢袂惊，因为心坚定。我靠上主，因的心自在，拢袂惊吓。最后会看到对敌，互上主拍散。因慷慨真济善车人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。因的头会当举悬，受人尊敬。靠着对顶头来的恩典，阮一定会通得救；靠着对顶头来享受的快乐，阮一定会通得胜。感谢上帝圣事主耶稣基督，互阮会当赢过世界的苦难甲挑战。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